安尼，我即摆扫落来，就来介绍咱的分享者，好无？好，好，来，就是咱要等下要分享的是林柏颖小姐啊，伊有 hello，Hello，Hello，伊伫Hello，这个是好，伊伫网咖有一间店，有一间干妈店啊。啊，伊嘛有真济、足济人生的故事，啊，想要甲伊的遮人生的故事咧，想要甲伊合作伙，啊，佮有对即间干妈店嘛传承啊，有真济的想法，啊，我足期待伊的分享诶。啊，即摆就欢迎林小姐，你来分享，啊，你会使先自我介绍，啊，才开始分享。大家好，我是朴颖，即马我是丁金主干妈店，即马还阁毋是头家娘啊，我即马是编辑，就是做一寡行销的工课，就是甲阮即间店，因为即间店已经差不多70档啊，我想讲对啊，差不多70档，一个不止70档，70差不多啊啦，就是讲即马人诶。消费形态已经大大咧改变啊！我就想讲，这间店若是安尼就没落啊，我就感觉可惜啦，对，就是讲，甲阮这间店就是做一个转型，对，即马就是等于学真侪物件，做伊个行销地势啦，啊，还有真侪对啊，也是寡金融的一些。对，地势安尼，对，有时候一个即马头家娘，头家娘真正无闲啊，明仔载要去意大利，对，所以即马我都来甲大家开讲。哦，对，嘿，好，好啊，我即马敢袂使开那个 PPT？会使，好，安尼。那看那讲 PPT 需要到3工，还是你会晓？我今晚要分享画面，小大娘。好，给你倒来。来对，因为我是头一届用这，我看来分享荧幕。好，尾下骹有一个对，会使字落。我今晚 OK，伊咧 final countdown，OK。好，有啊，等你做。来啊！好，来啊！来。即马恁大家敢有画面啊？有。已经有啊吼。看到一个对水彩画，对，有一个传承祖先古的意，记载台湾文化新台湾。对，这是一个台语老师叫梁立东老师所伊个口头禅呐，安尼对。看那动作。对，你想要送互大家，就是大家互相鼓励一个安尼。对，我感觉这两句话就是意义真深啦，安尼。嘿，好，说来，这是我，这差不多我真少年的时阵啊，10档以前啊。对，即摆已经下拢看无看的啦，即摆毋是生做安尼啊啦。对，好我是伫读音乐的，我伫咧德国的法兰克福音乐学院。是，对啦，就是讲我的硕士拢是咧德国读的，差不多伫遐住7档了后，我就转来台湾，伫咧遮德国的一间公司，这间公司即无好讲出来，因为因头家娘的那个政治立场，甲阮无共款，所以我这个先保守秘密一下。所来我即嘛工作时间嘛是咧。做阮兜干妈店的行销啦，安尼，好，安尼画面敢有那个大家拢有看的吼，会使，下骹有一个水姑娘，我有看到。10档以前啊，我即嘛毋是生做安尼，对，真少年的时，好，因为这讲母语的过程就是讲，我34岁以前拢完全拢袂晓讲台语的。就是讲，其实阮爸母是都是台湾人，都会晓讲台湾话，但是伊甲阮小弟其实拢完全拢用国语，就拢无咧用台语的，所以讲就是阮甲阮小弟就是会晓听，但是讲就真困难啦。我是差不多2020年
就开始伫艋舺社区大学伫咧上台语课，差不多到旧年才通过教育部，后来伊就互做闽南语啦。但是我是讲可能叫台语较适合啦，就旧年才通过 B1， 对啊，因为 B2 确实真歹考，对一个母语不是台语的人真歹考。如果必须一定要那个，我一定要这样讲，对，不好考，对，嘿，我说来，这是相片，这是德国读册的时阵翕的，对，因为那个 opera 歌剧院，我就感觉真水，都差不多，有啦，差不多。台湾伫日本时代时阵有真侪这种建筑。这建筑个这种巴洛克式的建筑嘛，真多，但是就是刷来就是因为国民党来台湾嘛，大家就差不多拢拆了啊，所以就真可惜个。对，这因为那个圣诞市集就是伫咧 Christmas market， 就会在看人拢真多这嘛真水，这树啊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哦，这不是假的，这拢是真的。松树的台语要安怎讲？青啊，熊。对，这拢是真的哦，对，对，那真水好。刷来，对啊，对，这拢是真的。歹势，那个，这张其实是，那伊的画面有小可走精啊，有被压缩掉，这是讲阮山水馆市场。简单的介绍啦，有，嘿，对，要唔讲那个画面，唔知是转档有被压缩到还是安怎？哦，会使直接讲。直接讲，好，对，就是讲这个市场是差不多，日本差不多嘛是80档以前，对，才豆这起来的，迄个时阵就是即马毋是你看，恁大家看到的，就是阮市场现主席是生做安尼，但是以前毋是生做安尼，对。阮兜有真侪那个老相片啦，真侪即旧的相片，若是大家有时间来阮干妈店来交关，阮会使互恁看卖一个这。2本，更真高的2本，大家都会使看卖一个，有因来这，就会使来看。好，阮感觉店都会卖啥，就才有人爱食土豆无？阮爸就爱食的，就食的对啊，这应该才有敢有婚龄人都。咧卖迄个土豆粿子，对啊，食土豆食到老。对。即间阮头家娘定讲，阮兜的土豆是艋舺上好食的土豆。伊讲是安尼讲啊，但是这确实有影煞脆啊。因为讲安怎讲呢？因为这北港的土豆，这是一个伫婚龄有一个数学老师教数学，伊真正是教数学的。伊老师傅3个囝，大家使看，3个拢是学霸，什么康奈尔啊、圣约翰啊，有一个东京地大啦，对，都真好读，甲因老爸退休金都开了啊，所以这个老师傅才去台北就是拍天下做生意，伊生意做了袂歹，就去中国去找迄个果子。不是粿子，是粿子，对。迄当阵，差不多50档前，40档前啦。迄当阵中国大陆那个污染，袂讲真严重啦，就是还很纯净啦。所以讲，迄当阵农产品讲品质阁袂歹，对。特别是那个兰州的粿子，对。伊就甲这个粿子对中国大陆进口伫台湾，所以就做了风生水起，因为这个老师傅伊之前是做数学老师嘛，所以讲伊他迄个土豆拢是有精算过的，伊拢是用原理什么
做开这个精算过这个时间跟火候都有算过，所以就是那个炒出来的炒起来那个头刀真的是不加好吃，对，就是讲大概有闲代志，感觉店高管就会使来请恁食看卖一个，好，啊，即马这是阮感觉店，即马就先做即款，恁看到这就是这地啊，地啊顶面拢有画图，画图拢是阮头家娘画用水彩 watercolor。哇，对，足够诶，足够，对，就是讲这书法嘛共款哦，这书道，这嘛是伊写的，就是讲即马伊想要开一个工作室，即马就是讲在教书法啊。之前是有一个朋友想讲伊个囡仔差不多读国校啊，伊想要就是讲有阮妈妈讲会使用，就是用台语来教书法还是画画，对，即马就是有咧做即个计划，就是讲除了教书法以外，有诶嘛是有就接到一些 case， 就是讲有诶家长想要用台语教伊诶囡仔用。有一个用讲台语的环境安尼啦，就是讲阮头家娘敢会使用台语来教书法还是那个水彩安尼，对，就是安尼对，就是大家若是伫咧大台北有兴趣，对，要学画图还是学书法，对，会使那个联络我们小店，这会变做那个工商行为太重啊，对，有一点，对，希望。好，稍等，好，我这有一寡物件是阮店内，这可能伫咧市场中真罕得咧看的，恁，稍等，我要登去那个视讯，等一下，那个我的，稍等一下，无紧，来个我先把这个停止分享，好，登去视讯开始。你要带大家看柑仔店啊？柑仔店，对，有物件，对。对。视讯拍袂开，稍等下。来哦，咱做伙来踅柑仔店哦。踅柑仔店，这个推销来，这个大家捌看过无？地球牌的冬菜。还是大家拢想晓得，那都无看过。这是啥物？安怎食？对啊，这就掺在冬粉内底。冬粉。对啊，你会在 Google 地球牌冬菜，冬天的冬啊，菜就是硬菜，菜色的菜。你知？对啊。食开什么味？这只味哦。食起来就敢若泡菜同款啊，对，对啊，这大家拢想晓得，我要安怎？我知影，是不是有咧煮鸭肉是啥物？鸭肉，对，鸭肉煮鸭肉，对，对，安尼有食过？对，因为这种物件，这真古早以前的来做的，就是讲即马真罕得咧看的啦，就是讲你伫咧家乐福、开乐福，还是讲。那个真正看无，真正无看到啊！但是这若是食去迄个那个中后西板豆，还是讲可以较那个传统的手路菜店，就是台菜啦，其实真多道菜我都会用这在炒冬粉，对，啊，冬菜啊，冬菜啊，对，啊这敢有人爱食粿仔龟汤，龟汤对，内底掺了这个日光龟，这日光龟这真出名。龟啊，对，日光龟，对。这个这可能给日光晋朝，有一个讲，你毋知你会使转去问你阿公阿嬷问看下，应该因可能会。知影这两种牌，煮鸡汤的啊，鸡汤的啊，对，粿仔鸡汤用的。
哦，就是讲，即间干妈店就是伫卖一寡超级市场我都买的物件啦。对啊，哦，啊，佫有好啦，上尾一项佫，因为物件伤多啊啦，我无法度逐项拢点，拢会使啊，对啊，我拢毋捌看过，对啊，全部拢点出来。鱿鱼，这是面线，哦，米线，毋是普通面线，这是阮兜甲一个好酒师，伊是做面线的，对，已经实在足久啦。阮差不多即间店开的时阵，70档，差不多60档以前就甲这好酒师合作啊。伊这面线拢是用手工的，毋是用恁伫市场看到拢是一包红色，顶悬写一个寿命的寿，对。拢是用机器咧做的，机器做。啊，但是这阮兜，甲伊买的就是这真正是好酒师那个手做的，因为对，因为伊个这个师傅是好佳在，因为迄个师傅的后生有继续甲即个技术继续传承落来，所以阮兜才有法度继续卖这手工面线。哇！对啊，对。哇！啊，就是即种物件，就是甲代志共款啦，就是无人要传承，啊，就是真正断去啊。哇！对，所以讲，就是讲为什么我虽然讲我是读音乐的，啊，但是为什么我要转来去甲干妈店做转型啊？结合一寡艺术物件，就是讲，即种物件若是文化艺术，若是断去啊，就是真正拢无啊，无法度继续传承，我会感觉讲真可惜啦。对，对，好，歹势，我这看，就是讲一寡有诶无诶，那就是食物件对，趣味呢？对，趣味对啊，好。你看就是手路爱较油，才有法度生产的出来。对，手路无啦，凊彩。手路若无换油吼，迄就是刚通好靠迄个机器落去做。因为去做嘛是会使食，但是你真正食过一摆手工的，就真正会应该是食会出来的都有无共啦，就是迄个那个无法度比的啦。我是感觉安尼啦。主味是无对比的就对啊。无对比，对，就是共时共款，大家有应该福州面线。对啊。哦，赞，我就爱食诶。对，好啊！我要登去我的泡泡，小等了，开始跳来跳去，对。好，干嘛点？你的以前哪无法度做出来？做出来。豆腐呢？豆腐，我已经讲，这是我有那个下载迄个什么 N3 啦，就是迄个再见豆腐字啊。对。伫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内底有装迄个字形，装这个字形，但是我头拄转档，哇，你嘛是对 PDF， 对。建中哪会无去啊？这建中会用替你解答成做安尼哦。对啊，建中毋知影人去倒啊。对，无去，之前有啦，我是那个用，伊个即摆顶看的是 PDF 档，啊 PDF 就无法度。伊无法度装在伊无法度显示，我嘛感觉就奇怪。啊，但是伫 PowerPoint 就有法度。好，啊，刷来，伊甲佫有时间来看一寡老较旧的相。好，来，啊，这是阮干妈店上古早以前那个模样，就是安尼。你再看到。顶悬拢有挂一寡鱼翅啊，这是正面这位老师那个先生，就是这是阮阿公，啊嘛是头一位阮的店长，干妈店林金柱干妈店的店长。痛死的店长。店长，对，啊，这是阮姑婆，是正倒边这个女士就是阮姑婆。啊！伊当阵生理袂歹，就是爱有真侪人爱拢爱斗顾啊，照顾这生理就是安尼。对，啊，你就会使看到这老乡
好啦，往来啊、西瓜啦，啊，有些南北货啊，有一寡顶拿，这就是感冒啦，感冒就是咱常常咧讲什么感冒店，那个感冒就是讲这个顶拿，那是干嘛？感冒，对不起，是的，对，感冒是感冒，对，这是哇，面顶还是啥物？应该稀奇，对，应该是稀奇。哦，迄当阵对啦，迄当阵真兴啦，你就是有钱的人才有法度食到这。啊，即马就是也有金蕉？就嘛有啊，对啊，就是感觉定就啥物拢有咧卖啊。拢有对哦，就是讲即张相片的，对，一开始的内容啦，对。好，啊，再来。拢是共一个所在对无？对，都是共一个所在对。无搬厝。无搬厝，但是这市场也建筑已经改变啦，但是主旨是同款的。对，好。哦。对啊，好，我今仔我刷到的就是，互恁看，这就是历代的店长对古早以前这就是阮甲讲啊，伊正就是伫咧南洋做兵啊，正边会使看到这就写，这应该是算合字汉字啦，日本人，因为这个部队长谷川部队对，伊是做翻译的，伊是迄当阵迄做红军嘛，派去广东迄个战争结束了后，就转来台湾，就开即间干妈店，就是安尼。好，这阿公对，这阮嘛有真侪故事，对啊，嘛是来阮干妈店嘛是会使看到真侪物件，那种老文物，阮兜真侪。对。所以这是阮爸，这就是第二代的店长，对，细汉的时相片，对，因为。找无伊别张相片，就是用这来甲大家看卖一个。对，刷来这是阮头家娘，伊就是阮母啊。对，就是伊之前那个什么，有一个网红叫做宅女小红啦，就是甲阮干妈店有做一个 YouTube 的特辑，就是大家有兴趣嘛会使 Google 看卖一个那个影片介绍了真趣味。这老相片嘛是同款，应该有看到。这阮兜的人啊，就是这中间是阮阿祖，算曾祖母要安怎讲？祖妈啦，跟安怎讲？查某阿祖啦。查某嘛是阿祖，查某阿祖。要嘛是阿祖啊。查某是阿祖对，真咱伫咧用说对，就是计划就会使。看到讲，迄当阵就是时代，1938年就差不多是一个世代的那个在交替，就是看到讲，因阮阿祖是穿清国的那个衫，但是阮阿哥甲阮阿嬷都是穿差不多是洋装啊，这就是一个会使看到讲，这就是一个世代的交替。安尼，就真是话都，就是讲，这大家拢知影。我讲了这么侪，我是感觉讲，语言这种物件，我感觉虽然讲我得语啊，已经其实通过 B2 啊，对 B2 就差不多嘛是讲阮台语中高级共款，就是中高级。我迄当阵伫咧德国读册的时阵，差不多德语差不多开2年就会使通过 B2 啊。但是其实我台语考试考2届拢是考到 B1， 就是讲毋是母语的人，就无迄个环境。其实我必须来讲，这是其实真困难啦，真困难。就算讲真困难，嘛是爱继续做。就是爱为生活当中开始咧豆豆做，莫想讲
好放说我做即件代志有啥物意义？反正讲的人遐尔啊少，啊，到底是有啥物有路用啊？但是讲这其实就是爱为身躯边的人豆豆啊影响，对，就是讲大家来加油，安尼继续拍拼。啊，上尾我想要互大家看一个物件，就大约画面如果要切回来，等下拍摄。OK，对。停止分享，就等。对，过一届。我跳物件。对，米粉茶啊嘛是差不多要100担以前的，对。哇！蜻蜓牌、产鸭牌的那个米粉茶啊，对。哦，对，就是阮兜其实真侪这种老文物啊，甲有相片，会使流传落来，就是阮阿嬷着毋捌等物件，阮阿嬷真强，伊啥物件都无咧等，都无咧等迄个，所以这一寡物件才有法度留落来。遮我想要问讲，遮有人敢会晓日语？讲日本话？我听过。哦，你等我一个，真好。哦，这视讯可能无法度，全部拢，大家敢有法度看到？这一个。久长。哦，武运长久，我知影啦。迄是咧出征的时阵，出征的时阵，大家拢会带迄个日本的国旗，带迄个签名，啊，关键就写武运长久。对。武运长久啊！武运长久，这阮阿公当时要去广东拍战争的时阵，伊挂伫身躯顶的，对，这拢物件都差不多拢超过100担啊啦，对，所以有小可后壁有小可就是淡薄仔垃圾，对。啊，顶个这嘛有写字啊，讲啥物金子是伊的日本姓，日本的姓氏。啊，一夫啊，遮有一个一夫金子一夫，我袂晓读日语啦，金子一夫是阮阿公的日本名啦，就是讲对，这种物件，对啊，阮兜真侪物件拢是对日本时代留落来。你讲你的名做金子一夫，伊的名对个对，日本名。对。我想看卖这边怎读。对，那我感觉是合作一下。羽根卡子哦。羽根卡子对，歹势我袂晓讲日本。对无？对。羽根卡子哦。卡子对。我即嘛问无，因为阮出世未出世的时阵，阿公就已经做生去啊，嘛过往啊，就嘛无法度问着，这就是无法度。这就是。豆豆来，所以金主是安尼来的。金主对，啊，即金内底认金主就是伊两个姓，汉姓啊加日本姓，两个对合作伙的。什么意思啊？对。什么意思？什么有对汉姓？哪里听到？林金主小店吗？林金主小店是阮店名。哦，就是摕伊的迄个日本的姓，啊，甲伊本来汉姓的两个姓到做林，叫做林金主小店。对，两个合作。哦，原来是安尼。对，就是安尼。OK。就是安尼。好。水。就是讲，好，因为时间差不多啊，要甲。安尼扣卡之后。对，好，对。OK。对，就是讲，即条我伫咧德国看过一本册，就是讲，伊顶悬有写讲，一种语言啊，若是讲你甲伊禁1年，就差不多爱开50天的时间，才有法度就是还原啊。啊，大家都想看下，咱的在地方啊，所有的语言的本土语言禁偌侪天啊？
差不多剩800张，啊，差不多爱开差不多应该爱开1000年的吧，啊，就是几百年的时间才有法度还原。就是讲这条路少久少长啊，但是讲啊嘛是但是一点仔一点仔做啦，就我互我家己的期待就是讲，莫期待讲啥物代志拢爱一步就爱到位，但是讲你对即马开始做，你一世人做袂完，啊后面都你会惊你会使继续。后一代啊，后一代对，但是咱大家就是爱留好一个好的空间，也是好的资源，互后一代，互因继续传承落去。环境也就对。对，环境就咱就做伙来去做这个环境。这就是阮为什么对德国转来，就是要做这个对武器的这个扣倒转来的那个这个对。好，就感谢大家拍摄，因为头一届有这样长的时间讲代志，我实在是再继续练习啊，安尼，感谢恁给我一个机会，对，会使参加一个分享会，安尼，对，好，多谢。感谢以上的分享，啊，下来时间就是留互大家会当问这个分享者有啥物问题安尼，好，首先是明峰，请讲。好，我要问，我有一寡话要讲，就是迄个我是想要问讲，我看到你头一页吼，你迄电话号码是写马字呢？哦，这个马字。对啊，223088738啊。迄是恁兜的电话哦。对，你是会晓读苏州码？好啦，阮兜讲迄号做马字啊。马字对，这就是马字。啊嘛对啊。对。苏州嘛有人安尼讲啊。对，这是阮兜较早前记小的方法，这是一个书写的那个方式啊。后来阿拉伯发现对，所以阮就是。要毋过我有发现到你的迄个，你头前甲无加一个空字哦。对，这空字我无注意到，歹势。袂歹啊。伊其实爱对啊，爱控制的，但是就是阮迄当初伊画图的时阵无注意到，对。就是有一个马字就抓起一个，我有发现。对。啊，而且你的3吼甲2，因为迄方向爱倒边，你知影？迄方向爱转一个方向。安尼看起来较顺。对，较顺。哦，你当初无注意到，对。不要紧啦，你这看起来足有心的啊！即久诚侪人都毋知影马字安怎读啊。真的读对。我觉得提出这真好，就是讲，佮知影一个倒一个毋对啊，就是豆爱改正，就是若无对以讹传讹，一直咧错误的物件。要毋过就是，毋过你头拄仔佫有问讲，希望。就是应该有更较好的环境，互大家就是较会放心，讲大家咧互相讲台湾话，大家互相到追求进步嘛是会用的，嘛有人讲是就是大家若有咧交流，较接讲的，你的台湾话就会愈来愈进步。对。我是讲吼，因为我是讲你有你的迄个朋友平常时敢有咧讲台湾话？你讲到国外，敢是？无，我是讲你倒来网教了后。网教？网教无哦，所以甲阮男朋友有当时会讲台语，就无处理，袂较无咧讲。对。台北无。因为我看起来你是做想要找一个朋友，就是想要找一个平常时较有咧讲台湾话的人，就是参与就是咧爱讲有诶无诶，对无？这嘛是真好啊！无平常时阮公司啊内底其实拢大部分大家拢是用华语啊，因为这是台北。你讲台语人真少，真正是非常少，除了对。对啊，因为我是想讲吼，你会用诶讲你。若是即个开讲会吼，你有用，若要来，就是用个，就是逐摆来，逐摆参加，你会听足侪台湾话，你就用个像我安尼，就是就是有当时开麦去，嘛免惊讲你讲的话无标准，还是安怎？你就是直讲，有伫即个
台语友善的环境，哦，安尼就是你会当话就会愈讲愈进，啊是讲你就是我应该介绍一寡朋友互你，好，你有兴趣？对啊，感谢。而且我有发现你的腔口有转腔，你头拄则咧讲鸡啊鸡肉的时阵，你迄个有个肌肉的肌读做鸡，迄是泉州腔，这做不变的。哦，这毋知是阮妈妈是泸州人，伊是讲海口腔啊，但是阮爸爸是。哎呦，你嘛海口腔哦？对。哎呦，赞，你超赶快。可能是两种都有那个南一寡这淡薄啊。哦，我佮你讲就是，你若有兴趣哦，就是因为你讲话看听起来嘛是较我转型，我有实在一寡较讲话我转型的朋友。介绍。有影，对。若无就是若无就是到恁厝，到迄间店哦，甲交关一下。或者你哋当恁的迄个店的门口，会当挂一个什么台语系统的牌啊有无？或者即个人去喊你讲台语。你有带迄个大纸无？台语优先的，这款大纸，带你个店，迄个店口店面。店门口对，这 idea 袂歹哦。袂歹。大家对意见对。是。啊，北港的土豆，哦，这足赞的。哦。对啊，北港特别赞。就是阮原种人的骄傲。对，真正是做中国大陆，毋是讲要甲中国大陆骗收，即间确实无好食。中国大陆就是北港的豆是对上介好食的。我们都有吃过啦，对。对啊。好像跟北港的土豆真的是为原种来。原种对啊。较无出名啊。迄土地甲水质拢有差对，嘿啊。无就边仔那尔啦。因为迄是算边仔啦，较早原种嘛是算大北港的一部分。我要问问题。北港原种的土豆。所以我阿姨请讲。我要问问题，因为我感觉这间店内底有足侪宝的，所以我咧想讲。毋知朴印有啥物想法，想要甲遮物件会当互大家知影，还是讲会当继续甲这物件传落去，啊，甲留落来？有啥物计划，还是有啥物想法？计划哦，就是讲这可能就是网络顶悬网络的行销吧，就是因为我开始建迄个 Facebook， 啊，就是但是。无，这都已经要生过啊！因为我其实伫咧外口有别工课，就是咧德国的公司有工课，就是讲咧时间就是真歹笑啊！就是即马就是讲看即马等咧调整讲或者开一寡时间伫咧网络顶悬的做一寡行销，比如讲阮会使为什么台语友善、台语友善的这个商店来做一个那个宣传呢，伫 Facebook， 嘛会使就是甲阮兜，毋是柑仔店嘛，因为阮头家娘嘛是会当画图啊，我是教音乐的，就是讲尽量阮会使安怎做，会使那个结合阮两个人的就是专业，即摆嘛等咧计划就是讲，比如讲我会使讲我用台语教更强，还是讲台语来。用像室内乐安尼真乐手安尼两个大家来合作安尼合作音乐安尼嘛是会使，对，类似这方向即摆嘛当咧计划啦，就是因为这无简单啦，对。所以是等于讲是把这个空间，搁小可甲转型转做有一寡是摕来放艺术品，抑搁有教学的一寡空间，啊，另外一寡空间是来卖物件的。呀，对啊，对，这建议真好，我嘛有想过这个计划，就是讲空间，因为我即嘛住伫这个空间，就是讲要安怎对调整，即嘛当咧做这个，就是安怎，对，哦，其实我感觉拄则讲到恁阿母会晓画遮个图，啊，佫会使甲遮物件
合作伙会使做一个，我感觉真袂歹的物件，就是凡是会使请阿母的一个台语系统，啊，甲伊放伫迄落挂一个牌啊，放伫头前，啊，你甲即个物件铺起来，互大家，就是放伫你的卖种爷面顶，啊，互大家看，啊，大家啊，你甲分享去一寡台语的社团，还是讲大家想要讲台语的社团，啊，大家都会看到恁即间店，啊，看到即间店，就会传互别人讲哦，即间店会晓讲台语，啊嘛咧卖真侪足特别的物件，对对对，安尼人都会去。啊，对，注意真好真好，对，水下落来，对。要过，我有想法，我感觉反正因为你头拄摕迄我拢毋捌看过迄落粿啊，还是冬菜啊，啊会使甲伊翕甲足水的，啊介绍讲即个冬菜是当时食的，安怎食的，啊介绍即个产品，人就会对即个物件就是较了解。对对，阮头前其实有甲这粿啊画做一个 recipe 食谱嘛，就是做菜的方法，有画一个图，对，这哇，搭伫咧这美种嘢，这但是就是讲，这会使甲那个艺术甲大家会使合作伙，就是甲伊个画图啊，甲阮店内产品，就是画做一把图，也是 recipe， 就安尼。这个该做文创商品安尼，对，就是个底啊，对，会使，基本就跟那顾打做。刚刚即个计划会当做哦。有啊，我足期待呢，我会使斗分享哦。啊，麻烦啦，对，即摆一个人做行销，尔就小快，就无个。哇，了解，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咱去网咖找零金主小店看卖。对，对。安尼，刷落来，敢个人有问题想要问的？敢有？看起来目前是无。若是大家个有想着什物问题啊，还是建议啊，还是有什物想法，想要甲分享者。分享交流的，会当去因的美景呀，出去找安尼哦。所以你甲我交一个朋友嘛是会的。好啊。若有啥物互相交朋友会当囥伫迄个老话区啊，吼。安尼就今日先感谢以上的分享。